以后多吃饭，快快长，长大了为绿儿报仇。绿儿，快点，快点！公子，公子，慢点跑！公子，这是你通哥哥，快跟通哥哥打招呼。通哥哥好。公子，这是你的弟弟公子季。哦，去摸摸小狗狗。季弟弟好。我可以摸摸它吗？你可以抱抱它。弟弟。公子，公子，皇后也是为了你好。别来烦我，说不多就不多。我喜欢读甘茂大夫给我拿来的《楚兵法》和《蚩尤》，不喜欢读《周礼》和诗书。可你不读周礼和诗书，将来如何当太子？如何当大王？读兵书，会打仗，将来就可以做大王。嘿，小狗儿，公子，公子，绿儿，我快过来，摸摸快过来。它。你抱它一下。公子，你怎么推人？没看见，不是诚心的。我是哥哥，你怎么对我如此无礼？哈哈，你还好意思当哥哥？风一吹就倒。你以右犯长，不知礼仪廉耻。我是嫡公子，将来还要做太子。你不给我让路，你以下犯上，以贱犯贵。你当得上当不上太子是父王说了算。好，就算我当不上太子，可也下本公子就推你了。你又怎样？你欺负人，欺负你又怎么样？别跟他一般计较。你这孩子怎么无人管教？竟然冲撞嫡公子，还不快快赔罪！是道哥哥先推倒了通哥哥。你这么点小人，能知道什么？我知道讲理。公子说得好。绿儿，我们走。你走，小狗留下。你为什么抢我的绿儿？这是我的狗，又不是你的。啊，臭狗！你摔死了绿儿！你拍我的狗！你拍我的狗！你拍我的狗！哎呀，我怕。公子没事吧？公子头，来，怎么样？公子头，公子头，真没想到公子到小小年纪就如此心狠手毒，惠儿没有尽责，请夫人责罚。这也不能怪你。当儿戾气如此之重，不是好事。不知王后是否有所察觉？公子通头上流了好多血，那小狗也死得好可怜。樊长史应该带着公子通去找大王讨个公道。小孩子间打架，如何让大王评理？再说了，那樊长史是最胆小怕事的人。那樊长史就只能把委屈咽在肚子里了。戾气伤人，既伤自己，又伤他人。好高兴啊！东哥哥哭了。季儿，咱们把那2只小黄鸟送给通哥哥好不好？好。姬儿是个和善的好孩子。姬儿，娘亲抱抱。我的小鸟给东哥哥。好孩子，娘亲一会儿给你做枣糕吃，好不好？好。樊长史也别太伤心了，小孩子伤口长得快，换几次药就会好的。那公子当欺人太甚，童儿与他也算是兄弟，可他却下此狠手。娘亲莫哭，孩儿以后多吃饭，快快长，长大了为绿儿报仇。童儿休得瞎说，那应当是嫡公子，他娘亲又是王后，你哪里惹得起他们？是嫡公子就可以欺负人吗？那通儿和娘亲就要永远被别人欺负吗？小孩子说话都是无心的，樊长史也别太在意了。夫人，八子身边的惠儿来了。哦，樊长史，八子让我过来看看公子通伤得厉害吗？这是一盒生肌神仙散，八子说是治跌打的灵药，给小公子敷上，等伤口好了以后，连疤痕都不会留。不错，这里面
有川贝、冰片、龙骨、麝香，的确是好药。这个是公子季送给公子通的小黄鸟。公子季说，等有功夫，他来陪哥哥一起玩。回去替我谢谢八子，告诉他，等过一日通儿好些，我便亲自带着他去八子那儿道谢。樊长史不必多礼，慧儿告退。智婆婆，你看这两只小鸟多好玩。有些人我们惹不起，却躲得起；可有些人，我们一定得记住人家的好啊。姐姐，妹妹来得正好。都说这插花讲究高低错落，疏落有致。你看这花该怎么插好看？姐姐，让我来试试。姐姐，你看，这样如何？俯仰呼应，上轻下重，还真是好看。快，把这花拿到当儿屋里去。是。赐座。是。这几日当儿在成明殿读书，辛苦得很。我担心大王过于器重当儿，万一当儿有点差池，反倒让大王失望。大王是希望公子有一日能成为气力大统之人。是啊，都说当儿虽小，但有王者风范。王者应具有五德：勇、智、仁、信、忠。勇则不可犯，智则不可乱，仁则爱人。妹妹像是话中有话。姐姐可知，昨日当儿在园子里为了公子通养的一只小狗起了冲突。果真有此事？是，王后。怎么回事？那是因为公子通先招惹了公子。小孩子和小孩子嘛，都是打出来的交情。当儿打伤了公子通，还摔死了小狗。王后，那个公子通可比咱们公子的年龄还要大一点呢。公子通比当儿年纪还要大，却打不过当儿，也是笑话。姐姐可是希望当儿有一日能成为大王，人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妹妹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担心当儿身上有一股戾气。当儿才多大，哪来的什么戾气？未免也太小题大做了吧。好了好了，姐姐知道了。等当儿回来，我会教训她的。是，姐姐心里有数就好。当儿就快从成明殿回来了，给她的点心准备好了吗？回王后，早就准备好了。既然姐姐忙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妹妹慢走。上门数落我们公子，不过是嫉恨大王恩宠我们公子，没有抬举他家孩儿。